诡计多端。皇上，上次你用画像一事要陷害皇后，朕并没有深究，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，二是皇后嘱咐朕不要为难于你。皇上竟是因为姐姐才不责罚臣妾，不然呢？妾身以为皇上对我还有情，才会忍耐我的小性子。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性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！皇上也送皇后那里，妾身心里实在难受，才出此下策。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、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爱，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智，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，已不再惹人怜惜。皇上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做多少糊涂之事？